信我举报你啊！好，我告诉你们少讲啊，不该。刚才我开了吗？我开了吗？楼梯这边。那个扑街啊！带枪！扑街啊你！听者之前。在这里狗叫，我告诉你老猫，啊！哇，扑街！我宣傳啊，舉報啊，黐緊線。樓梯這邊。在這裡狗叫了，外掛媽！給我們開呀！樓梯，別別說，這裡有點不過癮。告訴你老母啊，狗叫！沒開就是沒開。去種田啊！回去種田，我告訴你老豆老母啊！喂，呢個證明咗唔夠打，要唔到職。仆街！你有本事就別用這一把槍啊！仆街！喂，用中文嚟鬧佢，喂，用中文鬧佢，鬧到佢喊。丟嘛啊，坐下了，小學生，回去種田，你不配。肥咯唔理。種田啊你們，配嗎？種田，去種田。瘋啦！頂你阿媽！小學生唔講嘢。點知我舉報咗佢語言，違規再加咩？點知佢點解唔講嘢？冇講嘢啊嘛。多人揼佢。喂，要佢出晒你唔打，退啦！我唔想輸得咁慘啊！退啊！靠咩啊？係嘅，喂，我加人嘅啦，加其他你唔識嘅喎，不過好勁。咦？唔係3啊，我揾嗰個3v3，妹紅。